人生要不只知慘痛，但到記憶，如是有乜意義？而是慘痛記憶，點解啲人要去霸凌？長練，點解？段月跨過山難，越發似茶餘似同記憶，越發老是如此，如是法理隨緣而是神通解。如是神通記憶，是宇宙神暗誰替講明？如是有乜意義？而是生命長短，人生何謂以知人與義之慘痛？人生何謂意義？如是慘痛記憶。人生有乜意義？之慘痛記憶。然而何謂意義？如是慘痛記憶。